后来随着疫情愈来愈稳定，交通部决定5日节进前要来开放台铁甲高铁，会当伫车顶食物件。也毋过这个喙暗也是爱挂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接落来要一步一步来推动防疫旅游、安心旅游、国际旅游的计划，要豆豆来拍开国门。这个好消息是为旅游界来助一支强心剂。台湾连续10天零确诊，疫情渐渐平和。交通部决定在5日节先讨白相体禁止假释的规定。路程是比较遥远哈，那时间也久，需要饮食，所以我们会采取先开放饮食哈，然后其他的时段还是配合戴口罩。政府推动振兴旅游第一阶段防疫旅游首团，预计5月27出发，和国内旅游界做入强心剂。下半年第2阶段安心旅游，相近8月上路，然后是第3阶段国际旅游，渐渐拍开国门。那先把国内的旅游做好，那全世界都在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台湾就是可以呢，逐渐的打开国门。这个时程都是要配合疫情的发展，由指挥中心来下判断。交通部强调，先做好国内旅游，才个往国外。虽然可能需要半冬的时间，但是一切以疫情为优先考虑，在稳定中渐渐复苏。